好，整一下哦。对，让他们唱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威毅帮我一下。2、3、4。平安出去，平安出去，上帝听从，双双保卫，无伦理，无畏气，主动在。平安出去，平安出去，上帝听从，双双保卫，无伦理，无畏气，主动在。再一摆，3来，平安出去，平安出去，上帝听从，双双保卫，无伦理，无畏气，主动在。好，咱甲这个小朋友拍拍手，因为大班吼，这是咱第一届上大班的吼，通常阮拢会为2年级他开始，互因来参加这音乐的营会吼，所以搁咧学习吼，这就是咱夜路的经济安尼。好，来，咱来搁来看一首兄弟姊妹伫这个平安出去的边啊，兄弟姊妹咱大家着相听。这首较特别，我先来解说一下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！这是囡仔唱，好，然后咱会众下骹着唱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第2届嘛是共款，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！这段爱唱2届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小朋友会唱肩步肩步，咱就唱肩步。然后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，用讲的足复杂的吼，所以咱即摆来唱一下看卖啊吼。请坐，跟个 Ray 就好了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肩步肩步肩步肩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第1节咱再来练习一下，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。肩步肩步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。第2节来，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帮赞，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帮赞，哈利路亚。肩步肩步肩步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第1节再一下，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。肩步肩步肩步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第2节来，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帮赞，哈利路亚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。
上帝的荣光。哦，足够诶！一下都学会晓迄讲国语，因为感觉来个非洲的感觉。这首吼是咱伫牧师讲到以后做回应的诗，所以大家爱唱哦，热情起来哦！吼，人讲台南人是上热情，今仔日敢有毋是台南为外地来的，互咱举手，互咱看卖啊？敢有？无哦，全部拢台南人哦，有，嘿。台南是足甜的城市，东门教会特别甜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另外一首，掀过来，第9首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。咱平常时祈祷的时阵，吟的毋是这首，所以咱今仔日有小可换一个囡仔会唱第1届，因唱西班牙语，咱会当唱第2届，咱唱台语，安尼会使吼。好，咱先来听一届西班牙语的哦吼。Señor, ten piedad de nosotros. Cristo, ten piedad de nosotros. Señor, ten piedad de nosotros. Sí, ten piedad de nosotros. 这回唱一届华语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恳求你怜悯我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主。一届为头主啊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恳求你怜悯我，主啊，恳求你。请兄弟唱一届，来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恳求你怜悯我，主啊，恳求你。咱请姊妹来唱一届，来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恳求你怜悯我，主啊，恳求你。今仔日的礼拜定词有较特别，咱来看一间礼拜的定词。头
头先的开始序乐的部分，咱要互囡仔唱270首。这首歌有一个词真感动我，伊讲稳稳啊念，吼，着轻轻行住伫咱中间，啊，搁有一个伊讲稳稳念，稳稳行，稳稳线 ，OK。咱若是手中有信息的人，请你用真轻的声，甲阮做伙唱这首，着恬静，着恭敬。我们可以唱一次吗？好。请咱用真轻的声唱一下来。着恬静，着恭敬。无沙音金色，转心点心跳，大古今宝贝，轻轻行，轻轻行，走的。这首诗就是要互囡仔知影讲，入来礼拜堂的时阵，咱的心着爱恭敬，动作着爱细爱轻。所以等一下，请大家伫囡仔演奏时，我知影做者爸爸妈妈拢都希望要较紧，请不要跑到前面来拍照吼，谢谢。会后我们会有提供时间吼，各位爸爸妈妈来拍照。咱整体也是以礼拜为主吼，囡仔有演奏。有，这拢是协助礼拜，请咱卖不用鼓掌吼，因为上帝会奖赏他们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为只是要来开始。
你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；伫万百姓中间，讲起奇妙的所做。因为耶和华做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懊恼；伊伫正生命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8首，天父看做七者歌乐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咱做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得岛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英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请咱做伙用课文方式来读经。课文24篇就4篇100篇，咱做伙来读。我来刻，请大家用哈。全地啊，就对上主欢呼，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伊。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就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，伊的主啊，永远存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今日是你所赐福的安息日，我们将今日恭敬奉献予你。阮所做所行，心思意念，常常是知还是毋知的时阵得罪你。恳求主耶稣基督保护、洗清阮的罪，
求你互阮创造清洁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换新正直的灵。伫即个武汉肺炎全世界咧流行，时受战争的威胁，全世界的即个气候的暖化，即个空气污染，世界经济拢无稳定，有济人的心惊吓烦恼。阮宁愿确信主，你是我多险的所在，甲开力，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伫即个落尾日，个危险的时要到，阮就勇敢传道理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用百般的宽容、假释来责备、警戒、劝勉，凡事节制、忍受艰苦，行传福音的工，做一个好佮尽忠的奴仆。阮安尼认罪祈祷，拢是奉得胜的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恳求，阿门。赞美合唱小情团学员要用信手哈利路亚，歌声唱哈利路亚。
咱今日来读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9章，对16节要读到23节。9章16节，我传福音，毋是通夸口的事，是不得已尔定。因为若无传福音，我就有知的。我若甘心做即个事，就报赏；就若无甘心，有责任已经交代我啦。安尼，我的报赏是啥物啊？就是我伫传福音互人，免所费，也会得到福音，免伫我伫福音所有的权利用甲尽。我对众人虽望是自由，还佫将家己做众人的奴仆，为着要得到人哪济，犹太人，我就亲像犹太人；要得到犹太人，法裔的人，我虽然本身无属伫法裔，就亲像法裔的人；要得到法裔的人，向法外的人，我就亲像法外人；要得到法外的人，其实我毋是伫上帝法外，就是伫基督法内。向软弱的人，我就诚做软弱；要得到软弱的人，向逐个人，我诚做逐个款，一概是要救人。但是我因为福音来行，是互我通三角有分伫福音。下面咱敬听老牧师要传咱信息，成全他人的美好。好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阮做伙来敬拜你。通过遮的小朋友，伊引带阮敬拜，阮听见上帝你的声，若亲像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。愿主祝福，互阮今早起踮伫遮，阮会当做伙学习，做伙三角有份伫你的福音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兄弟来平安。我要过年，今仔日早起咱嘛真闹热，因为有足侪囡仔来到伫圣殿中间，咱做伙敬拜上帝。小朋友今天很热闹吼，你们有害怕吗？啊，有人可能会害怕，还好，太棒了。那以后常常这样子好吗？咱真正足欢喜的，当有足侪小朋友跟咱做伙敬拜上帝。我们真的很开心，有非常多孩子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。咱也做伙要对上帝的话语中间来学习。做礼拜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，小朋友，我们是要从上帝的话语当中一起学习。今仔日咱读哥林多前书，踮伫哥林多教会，咱顶摆有讲过，伊是一间足大间的教会。今天我们在读一段圣经的话语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。哥林多城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哦。哥林多城是一个真大的城市，踮伫这个城市内底有足侪好野人，有足侪有才调的人，有足侪势力踮伫遮，一直咧抽来抽去吼。哥林多城是一个很大的城，小朋友们有记得吗？哥林多城是怎么样的城？很大的城。因人就这，他们人很多，有钱人也很多，有才能的人也很多。因有足侪有气力的人，踮伫这个中间，大家人咧抽来抽去，因要抽什么？很多人在那里拉来拉去，他们到底想要拉什么呢？因想要抽一个人叫做保罗，他们想要拉一个人叫做保罗。好，复习一下，谁？保罗。主日学有说过，保罗是谁？人好，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好，记得哦，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传福音的人。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伊有任何报赏无？伊无任何的报赏啊。保罗没有任何的报赏，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总是踮伫哥林多城内面，遮尔侪个人，因想要做一件事是啥物？在哥林多城这么多很有钱的人，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是什么？因想要赞助保罗，他们想要赞助保罗，这好事还是坏事？
他们要拿钱出来帮助保罗，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然后他们要拿钱出来给保罗。你们觉得这好事还是坏事？哎，小朋友真是太聪明了。又有好事，父母亲教的好，陌生人的钱怎么样？不能乱拿，袂当黑白摕别人的钱吼。这些人为什么要摕钱给保罗？他们为什么想要拿钱给保罗呢？因为因想要买收伊啊，他们想要收买他。踮伫因的社会内面呢，因有一个真特别的制度是叫做恩主甲受帮赞的人。在他们国家的制度里面他们有一种叫做恩主跟受助者的关系。这个有亏待的人摕钱来帮赞遐的人，这是一个因感觉我是要帮赞你，但是帮赞到上尾也是安怎？控制。他们拿钱要帮助保罗，他们想要说是要帮助，但是到最后呢，他们是在控制他。为什么要控制伊？因为踮伫因的时代内面，因感觉我摕愈侪钱出来，我会当帮赞人，会当互我的地位安怎？愈来愈悬啊！他们通过拿钱帮助别人，要把自己的地位拉高。所以因济势力踮伫这内面，伫遮抽来抽去啊，大家人拢在竞争，所以他们有各种势力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拉来拉去，他们不断的要竞争。那亲像咱踮伫这个社会中间，咱有感受足侪力量伫遮抽来抽去无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有没有觉得小朋友，你有觉得很多力量在拉来拉去吗？没有吼。我听小朋友有唱一条诗歌，迄古早的主流诗歌，即马可能就少人咧唱啊。我的心中两个望，看看哪个比较强。有听过吗？太棒了！果然时代变化，时代变化。现在主日学不会唱这个。他说：“咱的心内底有两个王伫遐咧，抽来抽去啊，好像我们的心里头有两个王在那边拉来拉去。”有的时候好像一个天使跟一个恶魔在那边拉来拉去，有天使嘛有撒旦踮伫遐抽来抽去，踮伫咱渐渐安尼生活了，咱会感觉咱就惯势跟别人竞争，我们就慢慢习惯要跟别人竞争。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：你感觉你学到别人的时间较济，还是批评别人的时间较济？好，小朋友，我要问你们哦。你们觉得你们赞美别人的时间比较多，还是批评别人的时间比较多？你们真的太诚实了。批评别人的时间较济，我们有时候批评别人的时间比较多。为什么咱会真惯是想要去批评别人？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批评别人？你有想过吗，小朋友？没有。好。我甲恁讲一个秘密，因为咱咧批评别人的时阵，会有一个感受是啥物？我比你较好。当我咧批评别人的时阵，会感觉我哪亲像比我边仔这个人更较好。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因为你常常觉得，当我在批评旁边那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比他还要厉害，你比他还要好。咱就踮伫这个竞争的文化中间，咱就惯是想要去批评别人，来显示讲我就厉害的。我们会借着想要批评别人来证明我们是很厉害的人，但是这敢真正是咱就厉害吗？但是这真的是代表你很厉害吗？不一定哦。所以咱来做一个练习。看你边仔的人，你感觉你今仔日你边仔的人有啥物值得你学到的无？看一下小朋友，看一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你今天可以赞美他的？没有真糟糕！你要赞美旁边的，刚刚你唱的真好，刚刚你唱的真好，等一下会唱得更好，对不对？等咱学习。彼此学到的时阵，彼此赞美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，
可能有一寡物件踮伫咱的社会中间开始无共款哦。当我们学着去赞美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了。保罗讲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啊。当伊咧面对遮尔侪势力伫遮揪来揪去的过程中间，保罗讲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啊。在这么多的力量在拉来拉去的时候，保罗说：“我是一个自由的人。”为什么伊讲伊是自由的人呢？为什么他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？因为伊感觉伊未受任何的势力，未受任何的人所捆绑，互人揪去。所以他说他不会被任何的势力所拉走。他说他是自由的人，但是踮伫这个处境内面，保罗安尼讲到底是好事啊，歹事啊？好事吗？好事啊，歹事？歹事吗 ？I don't know。今晚换英语啊。伫这个处境下面，保罗安尼讲，老实讲是歹事。因为当整个社会环境拢咧安尼行的时阵，你挑高伊行一条甲别人无共款的路，这绝对受到人的排斥。当所有人都在做坏事的时候，你想要做好事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？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会不会发现你被旁边的人排挤？啊，不会吗？太棒了！你一定要继续这样下去哦。有当时当咱面对整个社会环境拢咧做歹事，但是咱要坚持咱的信用做一件好事的时阵，咱会受到排斥，咱会受到别人的排挤啊。所以当保罗讲我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我无受任何的事约束的时阵，伊咧表明伊属地上帝。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呢？小朋友，这件事情很重要哦。保罗为什么可以抵挡外面的力量？因为他说他属于谁？他属于耶稣，他属于上帝。因为伊属的上帝，伊属的耶稣。这是保罗对伊生命中间一个真大的反省。过去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你们主日学有上到这个故事吗？他是一个压迫基督徒的人。保罗是一个压迫基督徒的人，踮伫因的文化中间，伊也是一个想要踏伫别人的头壳顶向顶悬爬的人啊。在他们文化当中，保罗就是一个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。伊也是一个想要追求势力、想要追求济名声的人。但是当伊拄到耶稣了后，一切拢无同款啊。保罗是一个想要不断往上爬的人，但是当他遇到耶稣以后，他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伊一切拢无同款啊？伊发现伫伊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力量赢过一切的势力。他发现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力量胜过一切世上所有的一切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宣告讲：因为我属的耶稣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啊，我是一个得到生命欢喜的人啊。所以保罗才会说：因为我属于耶稣基督，我就成为一个欢喜的人，我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我真做一个会当照着福音来行的人。我能够成为一个因着福音而前进的人。我有自由，我会当领受恩典。我有自由，我能够领受恩典。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我要人安怎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能够向周遭的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所以小朋友记得，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吗？不行吗？你今天在分享福音的好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唱了很美的歌声给我们听，你们通过手中带领大家一起在敬拜上帝。因为恁用欢喜的诗歌帮助咱
敬拜上帝，用手钟，用逐样的乐器，带咱整个的教会，咱做伙咧敬拜上帝。所以，恁是分享福音好处的人。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赞美他人，当我们在带领大家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分享福音好处的人。保罗讲，要什么人，我就成做什么人。因为我有自由，所以我会当什么人分享，我就成做迄个人的样式。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我能够像什么人，我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你们说话。所以小朋友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没有错。然后再来呢，他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记得哦，保罗是一个自由的人，然后他是一个分享福音好处的人。保罗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伊是一个分享福音好处的人。什么人，我就成做伊的款式。像什么人，我就学习成为他的样式。那亲像今仔日咱踮伫遮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拢在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这里，我们都在分享福音的好处。当我有机会去到伫美国，我甲因的兄弟姊妹咧分享，因定定会甲我讲。伫美国的教育，因足重视，一定还有囡仔参加球队，也是参加乐团。为什么咱知无？我去到美国的时候，有一些美国的家庭，他会告诉我说，他们很重视孩子能够参加乐团跟参加一些球队。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参加乐团也是参加运动的团队。拢咧帮助每一个囡仔学习怎样甲别人合作。参加乐团还是参加运动球队，都在帮助我们学着怎么跟你旁边的人合作。所以伫这个礼拜中间，这群囡仔因做伙咧学习的彼此合作。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，小朋友，你们有学到怎么跟旁边的人合作吗？没有吗？你们一定有学，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要不然你们手中等一下就是乱敲，你们就会等，然后大家不按照时间出来。所以恁拢咧学习怎样甲别人合作，而且爱去听别人的声音。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哦，你们在唱歌的时候，你们有听到隔壁的人在唱什么吗？你有没有听到隔壁的人的声音？听到隔壁的人声音的美好，咱做伙咧听咱身躯边的人的声音，听别人生命中间的声音，所以咱成做一个团队，做伙敬拜上帝。我们是成为一个团队，一起在敬拜上帝。伫这个团队内面，咱爱学习成全边仔的人。就在这个团队当中，我们要学习成全旁边的人。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所以我无受到任何的势力所捆绑，我会当成做一个成全别人的人啊。因为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，我领受了福音的好处，我能够成为那个成全别人的人。小朋友跟我念一次哦，成全别人，会当去帮助别人，会当去服侍别人。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，我们能够去服侍别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惦伫你的性命，因为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能够成为那个成全别人的人。咱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今仔日咱惦伫遮，咱咧见证耶稣惦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分享这个好处啊。在今天，我们就在这里学习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是学习分享福音的好处。会记得哦，传福音是什么？所以，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：传福音是什么？分享福音的好处。传福音是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有当时咱拢想认为讲，福音是我要互你，你不爱吼，都拉倒。好像我们要送人家一个东西，你不要你就拉倒。
咱拢认为咱上大是我要互你的。我们都以为传福音好像就是我要给你，不是哦。福音刚刚我们在说，刚刚是什么？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我们是分享福音的好处，传福音是分享，不是给予，不是我要帮助你，我较好，所以我要互你哦。传福音是分享，所以传福音不是那种我要帮助你，我要给你，因为我比你厉害。那是安尼，咱会当成做一个更较水的所在，也就因为这样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。咱会当成做一个彼此赞美、彼此学乐的所在，也就因为这样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赞美、彼此去称赞对方的一个地方。伫这个礼拜中间，咱真正感谢，咱有侪人的付出，互这群小朋友踮伫遮学习。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，我们要感谢非常多人的付出，让这些孩子可以在这里一起学习。感谢每一个参与伫这中间的老师，老师要教小朋友唱歌，老实讲无遐尼简单对吧？要教孩子唱歌，要教孩子敲手钟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但是因愿意安怎学习做小朋友的款式。我们这些老师非常重要哦。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是学习成为小孩子的样式，陪伴这些小朋友做伙成长，陪伴因做伙唱歌。我们老师是学习成为孩子的样式，陪他们一起唱歌，带领他们一起敬拜上帝。还有最重要的，还有最侪煮饭的姊妹对不？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煮饭的姐妹，咱煮饭的姊妹嘛最重要的，因为恁也学习正做小朋友的款式去思考，因爱食啥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姐妹在这当中煮饭的时候，她们也学像小朋友的样式，因为她们要去想这些孩子喜欢吃什么，爱吃什么，不是照着咱的想法，是照着因的想法，不是借着我们的想法，而是借着他们的想法。做伙咧成全，做伙服侍，所以今仔日咱会当看见济囡仔的成果啊！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，让我们今天可以见证他们的成果在这里。更加更重要的，今仔日咱大家人坐伫遮嘛重要哦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也是重要的，因为咱坐伫遮，咱嘛咧成全。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也在成全。咱不是看表演的人哦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看表演的人，咱今仔日来到伫遮是甲小朋友做伙敬拜上帝、分享福音好处的人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看表演的人，我们来到这里是一起让小朋友带我们敬拜上帝，一起分享福音好处的人。就这样呢，咱的性命会得到祝福。也因着这样，我们的生命会得着祝福。保罗伊的生命中间，伊感觉耶稣是伊重要，对于伊来讲上界重要的价值。在保罗的生命来说，耶稣基督是他生命最大的价值，所以伊敲吹生命的方向，所以他找到了生命的方向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敢不是安尼吗？咱拢咧敲吹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方向，我们都在寻找生命当中重要的方向。找到耶稣，咱会当看见，咱学习成全别人，学习辅导别人。我们找到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所以我们可以学着去成全别人，我们可以学着去赞美别人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伊讲一句话就趣味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讲一句话非常有趣哦，伊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大家好像在哪里听过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古时候的宰相之类的。马丁路德说，所有的基督徒在领受耶稣基督之后，他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是，伊个讲后一句哦，
伊讲后一句是啥？后一句是为着基督万人之下。他说的是为了基督万人之下。好，我们再说一次哦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为了基督万人之下。小朋友来跟着讲一次哦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下，为了基督万人之下。咱学习因为基督的原因，咱会当分享福音的好处。为了耶稣的原因，我们能够分享福音的好处。为了后一个世代付出，为了咱的囡仔的未来，咱做伙踮伫遮成全。为了下一代，我们能够彼此成全。为了孩子的教育，我们能够花时间一起付出在这里。也借着因的声音，借着因的服侍，咱的性命得到开阔。也借着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服侍，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更大的扩张，让我们生命的境界被展开。所以，咱是自由的人，会当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所以，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能够分享福音的好处。请咱做伙来祈祷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小朋友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踮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互阮成做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但也为了基督，我们成为万人之下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学习彼此合作，彼此成全，彼此学导，因为阮拢是分享福音好处的人。感谢你，互这群小朋友今仔日因带阮做伙敬拜上帝，互阮真正享受喜乐。愿主祝福踮伫因每一个囡仔的生命中间，互因自细汉开始领受恩典，互因自细汉开始因为找着耶稣，因的生命无佫共款，因会当成做学道的人，成做称赞的人，成做成全别人的人。愿主祝福阮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咱用兄弟姊妹，咱大家着三听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敬上帝荣光，兄弟姊妹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荣光，进步进步进步，就会看见上帝荣光，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帮赞。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荣光。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荣光。进步进步进步，就会看见上帝荣光。第一再个一届，兄弟姊妹大家互相相听。就会看见上帝荣光，兄弟姊妹大家互相相听，哈利路亚，就会看见上帝荣光，进步进步进步，就会看见上帝荣光。咱用甘心的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第7面吼。这是迄个咱今年的这除夕就是新春的家庭，到阮礼拜后才有一寡听书吼，请咱家己伫咱的家庭内底吼，这博士拢甲选落啊。这圣经是罗马书12章1到20吼，信日是耶和华祝福满满吼。这个内底吼，这祈祷，请咱家己伫厝里为咱新的一冬。咱每一个家庭做伙来感恩来礼拜。咱先开周报第13面吼，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这春节的期间吼，2月70到2月10吼，就是即礼拜拜3后来拜2吼，办公室休困一礼拜吼7天。2月12就是初一吼，2月14的主日吼。拢是连后礼拜，聚会时间是早时的9点。两礼拜牧师像今日共款，要用台语、华语双声道的即个讲道吼，欢迎华语使用者来参加即个连后礼拜。第二点，今日第一堂的台礼拜由儿童合唱修正后的师生吼带领会众来敬拜吼，咱已经听去因了足侪时间伫咧练习啊，感谢。即个老师的辛劳吼，啊，正如牧师讲，佫有煮饭的，来大家遮所有辛劳，一切应用拢归互主。第三点，因为农历春节迄个放假的缘故吼，这2月7日本主日，甲2月12即个拜5吼，甲2月14个主日，三次的奉献资料甲聚会人数吼，要伫2月21号的周报来刊登吼。第四点，包括咧圣经学堂吼。2月70吼，就是本即个拜3，啊下礼拜拜3，2月17休困，2月24日即个拜3吼，甲开始即个聚会。第5点，109年第学期奖助学金吼接受申请，请符合规定的学子向干事索取申请表，并减负上学期的成绩单甲相关的资料，以便审核吼。申请到2月28号。即个主日为止啊，吼，啊，才有一个补充报告吼。礼拜后合唱手精营回馈分享，伫社发展中心上年大个教室，请家长劳保参与吼，这是补充报告。请咱做伙读今日金句吼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9章19节，我先读一遍，咱来读两道。我对正人虽往是自由，也顾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，为着要得着人哪济。哥林多前书9章19节，请才能到。我对正人虽往是自由，也顾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，为着要得着人哪济。哥林多前书9章19节，搁一遍哈。我对正人虽往是自由，也顾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，为着要得着人哪济。哥林多前书9章19节，咱伫16面、17面才有奉献的这名册吼。啊，18面有即个过来2遍礼拜服侍人员，请咱注意吼。啊，若即个奉献名册若错误的，若请甲干事更正吼。咱下面请牧师来介绍。好啊，咱感谢今仔日早起，咱有即群小朋友会当来引带咱敬拜。所以他都要每当拍婆啊，今晚爱拍婆啊，来，我们请你们站起来，我们大家一起鼓掌，谢谢他们的服侍。好，请坐。咱也感谢伫这中间付出的老师甲侪同工，所以请咱所有的老师同工以及有来煮饭的姊妹，请恁拢徛起来好。多谢。过来，感谢家长，今仔日也做伙支持。我们感谢所有的家长今天一起来支持你们的孩子。我们请今天所有的家长都站起来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请坐。
我们也要看影片嘛。好。咱做伙来看因这几天回顾的影片。多谢咱济济人的付出，互咱今仔日会当看见因踮伫遮的成果。啊，咱过来是拜过咱新年要做伙踮伫遮来做礼拜。啊，牧师有一个邀请，今年大年初一礼拜煞以后，牧师邀请咱大家家族来到我迄一场上好。因为头一摆踮伫遮过年，咱足侪亲人对外面转来，我若是无趁这个时阵去上我毋知影。咱转来的亲友是啥物人？所以牧师有一个邀请咱大家今年新春礼拜煞以后，留落来甲阮迄一张合照。好啊，最后
今仔日咱有看到布置真特别。今仔日除了礼拜的设计以外，今仔日礼拜的布置也是真特别。咱有看到啥物？啊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布置上面有什么东西？蜡烛有花。踮伫台顶，咱摕一个翁仔，这个翁仔代表满有稳定。满有资源，咱会当彼此分享，彼此帮衬。对这个祝福，咱也见证。踮伫过去，教会有兄弟姊妹为着手经奉献经费，奉献因的气力，也有老师踮伫这中间三甲踮伫这锻炼。迄个一开始的奉献，真做一个真水的祝福。咱今仔日会当踮伫这有一个囡仔。学习音乐，学习艺术，咱会当有搁较侪未来，咱有新的小朋友真做会当引带咱敬拜的当中。所以，当咱每一个人愿意付出、愿意分享的时，那亲像一支一支的蜡烛，要点到这个世界，愿上帝的光照光咱。咱要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所以请咱做伙起立，我们要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同齐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常常围绕踮伫恁的生命中间，愿上主的疼痛包围照光，互阮照着圣神的气力，逐日换心进德，逐日军队伊，逐日成全别人，彼此鼓励，对打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平安出去，平安出去，上帝疼痛常常包围，无